打死我都唔夠膽相信，9600竟然可以係珠海市明珠帳篷攞低呢一套豪裝嘅120個屏風4房，而且佢有其中一間房間係贈送俾你啊！做到南北通透嘅設計，成個客廳嘅開間都有足足去到4米，可以睇得到呢啲無柱燈嘅設計，但係今日裝冷氣都係交付標準俾到你，一齊嚟睇下邊一間房間係全贈送啊！睇到未？呢一塊空間啊，足足應該有去到8個平方米，全部贈送俾你。你可以作為你嗰啲私家嘅宴會嗰啲傾偈嘅地方，非常之私密。門口實木門5合1智能密碼鎖，全部都係高標。入到嚟咧，呢度可以 set 一排到頂嘅鞋櫃，儲物空間都 OK。呢度就係廚房啦，U 型嘅廚房加埋呢啲廚房3件套歐派定製櫃，仲送咗一個洗衣籠晒嘅陽台俾到你，呢度可以滿足你3代同堂，呢度同時用餐完全冇問題嘅。呢度不計面積送，成屋足足送咗我計咗應該有近20個平方米俾到你。翻到我哋休息區感受下公共洗手間乾濕兩段式，total嘅馬桶都係交付標準。第2間房間就可以作為你嘅爹哋媽咪房啦，呢度就可以作為你嘅仔仔女女房啦，非常之卡哇伊啊！呢度就係我個人最中意嘅主人房啦，呢一塊面積又係送俾你啦，真係呢個發展商啊不計成本啊！主人房帶咗套間嘅呢個設計，同樣咧非常之方便啊！呢度去到三武會員店啊，5分鐘嘅時間，行路500米就係珠海嘅明珠站啦，120個平方，單價9600，上車。感興趣朋友評論區 call 3條6，我係小雅，點個關注帶你睇樓。